镜周刊报道，吴凤在成长过程中胸怀壮志，积极学习各种外语，渴望在他方。从小怀有表演欲的他，活泼又热情，却找不到舞台，只能在土耳其的饭店和邮轮当服务生，还当过5年导游。26岁来台留学，偶然客串电视剧而踏入演艺圈。他拍广告、拍电影，担纲主持外景节目，最后荣获金钟奖肯定。此心安处是吾乡。娶了台湾老婆的他，终于在去年入籍，今年元旦更受邀在总统府前领唱国歌。他最钟爱的中文字眼是凤，甚至以此为名，铭记在身份证上。从土耳其远渡重洋到台湾，他自诩是一只火凤凰，在异乡经历重重考验，朝梦想飞翔。延伸阅读。